好，假設呢度係一個消防樓層嘅撳手板唔明，已經上去確認咗事發地點係一個消防鐘嘅唔明。咁而家我哋嚟到消防 panel 度啦，咁喺可以令消防鐘隔離之前，咁我哋就要做咗一個隔離個器具嘅動作嘅。首先撳啟動維修鍵，撳完啟動維修鍵，跟住要撳去選擇隔離。選擇咗隔離之後，撳 Enter， 撳完 Enter， 選擇器件，咁跟住選擇完器件撳 Enter 啦，之後就去揾返你嘅器件嘅號碼，即係話你個故障號碼。假設即係例如呢度係35樓嘅消防撳手掣有5名，咁我哋就上返嚟消防 panel 啦，喺個器件嗰度入返個號碼，例如佢個號碼係01030149，跟住再撳 Enter。撳完 Enter 之後，撳返個2級嘅，佢會問返你2級嘅密碼，即係2222，跟住撳 Enter， 跟住就會完成咗個隔離嘅動作㗎喇。完成咗隔離動作之後，咁你再去撳返個 alarm silent， 即係警報消音。跟住復返位就得㗎喇。